我們的頭一條來看這個苗栗3義的水美街，昨下晡發生着驚險的車禍，一個83歲駕駛要甲車停佇路邊，煞突然間爆衝，衝撞着頭前3台車，其中一台車佫弄入去一間店家的大門，玻璃門總破掉，加載無人受傷。紅色的轎車4大燈插佇咧路邊，無偌久，兩個女子趕駕車準備要上車。車門都還未拍開，轎車向失控，佮弄到插佇頭前的兩台車。一台白色轎車大河北哭出來，也受牽連。上頭前的這台白色修理車，轟起一個車勢180度，壓佇中的銀色轎車，車頭是直接弄入去邊的店家。銀色轎車的引擎掛轟弄甲翹起來，店家玻璃門規片攏轟弄甲破去，玻璃皮落櫃塗骹，門框也轟弄甲歪去。車禍就發生在昨下晡，苗栗3義的水美街。駛車是一個83歲姓鄭駕駛，當天一載千人去附近買麵，駕駛就留佇車頂等，就佇千人準備要上車前發生意外。老人家開車可能一時緊張還是什麼的，突然就爆衝，撞了2、3台車，很大聲啊，大家都嚇到了。民眾講，當時我店門口本地有一塊道坐10外人，因多好食飯飽去介紹，才無轟弄到。是講店家大門轟弄歹，加上店內整台木雕也受損，估計了將近40萬。所幸未造成人員受傷，駕駛無飲酒情形，詳細事故原因仍需調查釐清。83歲駕駛有駕照，敢是無細膩打着油門，愛個調查。加載無造成任何人傷亡，毋過共弄歹車，閣害人店家受損，駕駛都愛共賠償。